雙塔陣容唔係只有中鋒，係既可以有，亦可以冇，先至係威力。中國女籃喺被寄予厚望、內線有巨大優勢下，9分不敵日本，失去咗進入亞洲盃決賽嘅機會，亦失去咗主場衛冕嘅機會。中國女籃係高舉高打內線為王，日本女籃係升級魔球外線瘋狂。內外對戰，關鍵係要睇中國女籃嘅外線防守同埋日本女籃嘅內線防守，就係睇大家嘅短板。日本隊小將田中心喺第一節9中8命中5個3分，攞到21分嘅超常發揮，佢就係一個好好嘅提醒。理論上，中國女籃仲有3節時間去調整。第2節結束之前嘅領先，佢就係因為外線防守硬度夠先至反超。女籃主教練龔路明上一場比賽賽後新聞發佈會，用對澳大利亞下半場日本女籃嘅軟弱嚟反擊日本女籃主教練嘅言論。但事實上，中國女籃喺呢一場正正就係下半場表現唔夠強硬而被擊敗。第3節輸咗10分，第4節輸1分。上半場攞到51分嘅女籃，下半場只係攞到30分，而對手係41分。雙塔係咩意思？就係對方哪怕完全投入到顏色地帶防守，內線都有高度優勢。雙塔陣容應該係摧枯拉朽式嘅進攻，無論點樣都要雙塔參加到去個進攻過程，有咗參與先至可以諗住再拉開。虛實結合就係要喺內線攞到絕對優勢。張子玉如果攞唔到低位有力位置，韓旭嘅另外一邊就可以用擋拆嚟到發動攻擊。外線球員其實都可以互相去掩護，製造空位，利用落唔到低位嘅張子玉去做長再製造下一個空間打入籃底。日本隊肯定會用更多嘅下盤招數，肯定會大量咁跑動。籃球唔係淨係高同快嘅運動，佢仲係節奏運動。但呢一場中國女籃將問題諗得簡單咗，打得亦都單調咗。如果話張子玉俾人打到面冇吹犯規係球證嘅誤判。咁但係可以提前預告，呢個唔會係呢場比賽嘅特例，特別高人哋就會覺得特別強，就會受到特別嘅對待。被侵犯要主動表現出嚟，可以影響裁判嘅感性認知。下半場嘅問題在於外線防守，外線防守需要大量嘅跑動，需要體能支撐。但係女籃呢一場只係用咗11人輪換，當中1人1分鐘，1人3分鐘，1人7分鐘，楊舒瑜36分鐘，羅欣域32分鐘，楊力維28分鐘，韓旭27分鐘，張子玉19分鐘。雙塔總共46分鐘，冇用過一次小陣容前鬥。日本女籃冇一個球員上31分鐘，12個球員全部登場，就意味住下半場嘅中國隊體能亮紅燈係必然嘅，因為體能而漏3分亦就成立。呢個節奏係之前都未試過，連打韓國女籃都會用陣容銜接改變節奏，攤分體能壓力。雙塔陣容唔係只有中鋒，係既可以有，亦可以冇，先至係威力。當然，哪怕攞唔到冠軍，女籃要通過附加賽挺進女籃世界盃亦都唔難，只不過呢一場比賽唔單止係球員嘅責任。